一位住伫咧安南区的阿嬷，因为腰子结石毛病，无相当的艰苦，但近来的防疫警戒，也互伊唔敢去病院看诊，伫厝内拖了2礼拜，最后疼甲挡袂牢，才去病院治疗，但也已经拖成腰子发炎。他因为疫情期间不敢到医院来进行处理结石，或是来门诊，或是来住院都不敢，所以他就拖了大概2个多礼拜的时间，弄到已经发高烧，烧到39度、40度才到医院来。来医院一看，其实左边的肾脏已经严重的肾脏积水，然后结石其实蛮大颗，大概1公分左右，卡在输尿管的上段。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，变成他住院的时间拖得很长，需要用抗生素治疗了大概1周以上的时间，才有办法出院，然后经过手术处理才完全康复。因此我知道疫情期间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到医院来看医生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会尽量忍痛。但是其实结石相对起来，如果说它会造成你剧烈的疼痛，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尿量变少、发高烧。甚至是造成影响到肾功能、肾脏积水这些状况，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危险，可能会造成后续严重的并发症。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急性肾衰竭，甚至会需要洗肾。所以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最好还是到医院来跟医师详细讨论，讨论后续要做什么样的处理。比如说，如果说真的已经只剩下1颗肾脏有功能，或是2边肾脏都有积水、2边肾脏都有结石卡住，这个状况大概还是需要紧急做处理。如果有发高烧的话，可能还是要进行抗生素治疗，以免你反而造成你肾脏的衰竭，或者是严重的感染败血症，变成你反而要去住加护病房，这样可能反而会造成更严重，就是你住院时间会拖得更久，你反而要待医院更久，反而得不偿失。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还是要到医院来跟泌尿科医师进行相关的讨论。医生表示，要远离腰子结石，除了爱加啉水、加运动，控制糖分甲盐分的摄取，会根本去预防，避免进一步结石累积，才会当减少疫情期间来到病院，烦恼被感染的风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